伊怎样来保守看顾伊家己的囝儿摩西？咱知摩西的意思，就是对水的中间，甲伊提起来，也互这个人摩西伊的性命会当影响伫国家甲民族。伊是一个关键的人物，就是这个老母摩西的老母约基别是一个关键的人物。伫对咱所读的这段圣经内底，咱们来看老母为怎样伫囝儿的性命内底有这么大的影响力。头一个就是老母用信心甲眼光、眼见来看见囝儿未来的前途。咱来看这段圣经的第2节，安尼记载讲，有生一个囝，看伊真清秀，国语甲写做俊美，产伊3个月。俊美清秀，亲像一个红婴仔出世，哇，真高水。总是咱看见用这个摩西的老母，毋能看到这个囡仔外表真高水安尼那点。这个老母看到这个囡仔伫伊生命内底有真特别的品格甲特质，就是讲这个囡仔将来要完成上帝好的旨意，通过摩西这个囡仔来成就。兄弟姊妹，咱中间做妈妈的，我相信你看你的囝儿，每一个人拢真高水，就是你的囡仔咧流鼻，迄个鼻嘛流了真高水，敢毋是？就是咱做父母伫咱的生命内底，看咱的囡仔拢真宝贝。特别伫今仔日少子化、囡仔生真少的时代，搁较是安尼。总是咱看伫摩西老母，毋若看到囡仔真宝贝、真高水安尼那定，是毋是咱会当看见咱的囡仔伫伊的生命内底有无限的可能性？咱每一个囡仔伫生命内底，拢有上帝特别的祝福甲无限的可能性。伫伊的生命内底，是毋是咱会当看到咱的囡仔，亲像咱拄则看见这小朋友伫教会有真好的服侍，伫细汉的时阵，父母就重视咱的囡仔的宗教、基督教信仰，也安尼，互伊将来会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人。我有一个真相信。真深、真特别的眼光，所以咱就等下拄则伫遮来学乐唱诗歌，这囡仔将来拢是教会未来的牧师，未来伫咱的教会中间要紧的长老甲执事，会当互咱的教会来带领，成做一个受祝福的教会。阿们吗？伫这个中间，咱就通看见。摩西的老母有这种真深沉的眼光，咱看见今日有这检查是少数的老母，伫家庭内底，若受气的时阵，就甲囡仔讲：你这么无乖，我知影你就是对粪扫桶的中间跳来。有时阵咱嘛用甲囡仔讲：你若无认真读册，你将来会做乞食。有时阵咱嘛甲囡仔讲，你若生做遮尔歹啦，将来嫁袂出去，佮做老姑婆。咱中间做士大人的，你也知影，你的话是多有气力的。常常你用咒做话，伫囡仔的生命内底，这个囡仔就活伫消极负面的生命内面，总是。做父母的，你常常用你的嘴来祝福你的囝儿，看见伊生命内底上帝予伊的特质，那呢，你的囡仔拢是有最无限的可能，上帝要伫你的囡仔的生命内底来成就伟大奇妙的工作。阿们吗？
拿破仑捌讲一句话讲：囝儿一生的好歹，拢掌握伫父母的手里。父母对囡仔的性命有绝对性的影响力。第二项，咱要对这段圣经来看见，摩西老母有智慧、勇气来保全囡仔的安全甲性命。伫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咱来对第一章来看，摩西是成长是一个真悲惨的世代，伊的先祖约瑟的后代多伫埃及国这个所在，总是法老王看见外国人伫咱的国家这么多，有一天咱的国家会互伊统治。法老就下一个命令，所有伫咱的国家内底属伫希伯来人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家族内底，若有生查甫的，拢爱甲伊杀死。摩西就是伫这种真悲惨的世代来出世。即使伊老母若无遵照法老王的命令，这个囡仔就会互人杀死。伊老母若想要甲这个囡仔甲伊藏起来，即使迄个国家甚至法老看见，这个家庭拢爱面对杀身之祸。在这种真悲惨的时代，摩西伫遐来出世。伊老母真有智慧，真有勇气，伫遐来照顾这个囝子，将草改为做一个篮，做一个箱仔，然后甲伊放水啦。咱知影，这个篮也是箱仔，甲伫旧约创世纪内底所讲的大船是拢同款，代表这个篮、这个箱仔是上帝救赎的工具。摩西老母将这个箱仔，然后内底搁点仔加，搁烧油，要甲放水啦。这是一个真大的冒险。伫放水流的中间，要有拄好的时间，要有拄好的地点，搁袂当互人发现。搁伫伊的查某囝美丽暗，爱伫河边的中间来看，无人偷摕去，要搁真拄好，互这个箱仔流到伫法老的查某囝伫河边咧洗身躯。这个老母伫厝内底祈祷，毋望囡仔放水流的中间，袂去互野兽掠去，袂去互歹人摕走去。会当真顺势来保留这个囡仔的活命。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性命，拢有真水的计划。当摩西的查某囝对着这个河咧看，哎呀，叫法老的查某囝笑着，伊就甲伊讲，这个囡仔需要有一个女母来甲伊请养，互伊大汉。就安尼，互摩西老母会当进入到伫王宫的所在，请做摩西的女母来养育伊大汉。兄弟姊妹，咱今日做父母的，咱拢有责任来保守咱的囝儿，互伊知影伫生命中有一个真深刻的方向，互伊的生命会当伫信仰、伫老母的影响内底，成做上帝所要使用的人。回顾阮家己的囝儿，要读高中的时，差不多是一个叛逆的时期。常常甲阮讲，伊无爱读册。做爸爸妈妈真好，拢毋免读册。为什么阮都爱读遮尔册，遮尔济册，愈读愈册？所以无想样就甲伊讲啦，安尼，伫咱的教会边仔有一个修理皮鞋的张老板，你需要学师啊好啦，你若学师啊，佫会当趁钱，佫会当免读册。有一天，这个张老板看到阮后生的时讲，木环，你着赶紧来遮扫涂骹来修理皮鞋。哇，这个囡仔听到，走敢若飞咧。那呢，咱常常伫暑假中间，就互伊到伫
阮旧仔的所在伫遐做工拍工，伫即个板桥的所在，有一个铁厝，哇，伫遐真热，总是伊爱伫遐工作，互伊知影读册较好，还是做工较好。有一年的暑假，就互伊到伫咱安养中心伫遐做义工，甲咱的蔡志园长伫遐派伊做啥，伊就做啥。去厨房，去乌水沟啊，去一个洗衫的所在，甚至伫遐切玻璃。讲安养中心有真侪玻璃，拢切袂完。毋然咧伫遐，也伫遐来塞即个阿公阿嬷去晒日头，伫遐甲伊讲话。上帝真美妙，伫即个过程内底，互伊一个真趣味。就是伊欢喜伫细汉的时阵看见这阿公阿嬷，伊伫遐学习做一个囡仔，甲阿公阿嬷伫遐讲话，伊就对老人的心理有趣味。渐渐伊伫大汉的过程内底，伊就对心理学，甚至对成做一个甲人洽谈以及帮赞这精神有问题，甚至伊上大兴趣。就是甲老人讲话，兄弟姊妹，有时咱的囡仔伫细汉的时阵，伊毋知影伊的生命的方向伫倒位。总是有时阵，咱做许大人，爱互有机会去尝试无共款的工作，去做工，去做义工。伫迄个过程内底，伊就会当伫遐挑找伊生命中迄个有意义的代志，甚至伫迄个过程内底。伊就找到伊的趣味，就亲像摩西老母，伊若保守这个囝儿，伊用心计较，入去到伫王中的所在，伫遐做义母来请用伊的囝儿。伫细汉的时阵，就互这个细汉的摩西知影，伊有真大影响力，咱的国家需要伊未来来带领。可以当找到人生的方向，做许大人也真重要。伫囡仔的生命的中间，第三项，咱伫这段圣经内底通看见，摩西老母用疼心牺牲来养育囝儿。咱知影，伫许大人要请养囝儿大汉的过程内底，咱有3个育，3个育。一个叫做生育，就是生育，就是互囝儿会当真顺序伫家庭内底来出世，伫一般的情形内底拢无困难。佫一项就是养育、养育、生囡仔。咱台湾人有一句话安尼讲：生囝是师仔，请囝才是师傅啊。所以请养就是通过金钱、心血来请养伊。第三项的育就是教育，上重要就是信用的教育。希望有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，佫一项就是家庭的教育。摩西老母约基别，伊正做一个老母的身份。伊伫摩西细汉的时阵，就要互伊知影，伊爱对伊的国家、民族的认同，你是以色列人。这点咱对父母伫咱生命成长的过程内底嘛真重要，互咱知影咱是台湾人。那呢，伫摩西细汉的时阵，伊的老母就互伊有信用，互伊会晓敬畏上帝，教导伊有信心。甲美好的品格，让以色列民族伫埃及的中间，上帝超出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咱伫遮咱看到摩西老母约基别用心来教导摩西伫信仰的根基，对细汉的中间就开始。咱中间做父母的。我真期待，伫你的囡仔细汉的时阵，就互伊来到伫教会中间来认识信仰。但是，毋通囡仔来教会，父母伫家庭咧困，过去爬山。
上重要，咱都爱有好的身教，爸爸妈妈甲囡仔做伙来教会做礼拜。咱看后来摩西伫成长的过程内底，圣经伫民数记12章第3节安尼写讲，摩西做人极其谦和，赢过世间的众人。通过信仰的谦卑柔和，伫摩西的生命内底，伊这种的品格是对细汉来培养。也看见伫希伯来书第3章第5节讲，摩西正做上帝的奴仆，上帝家全然尽忠。这种真互人钦佩以色列国家的领袖摩西，会当正做一个这样伟大的国家的领导者，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这样优秀的人才，兄弟姊妹，伊背后有两个真要紧的负责人，头一个就是伊的妈妈。我相信，佮第二个就是伊的负责人摩西的太太，正做伫背后来支持摩西伫80岁的时阵，会当继续完成上帝要紧的使命。伫咱中间，我相信咱中间每一个妈妈，你拢真伟大，因为你在请养你的囝儿，都亲像摩西同款，互伊有真大的影响力。咱看见这个老母毋若是摩西那点，咱若看整个出埃及记内底，这个老母摩西老母有生育3个囡仔，头一个大汉囡仔叫做阿伦，就正做大祭司；第二个查某囝米利暗，就正做当时要紧的女先知；第三就是摩西上细汉，就互上帝互伊重用，正做一个要紧的领导者。虽然看见约基别是一个才德谦卑的妇女，才德兼备的妇女。我相信，毋若是摩西老母，咱中间每一个妈妈拢同款，你就是一位才德谦卑的老母。就亲像箴言第31章29节、30节所讲的，才德的负责人真多，独独你赢过一切。美丽是富贵，水是通通的，独独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妇女，要得到福乐。在这个母亲节中间，让每一个妈妈是值得肯定、值得学乐，因为恁对家庭、对囝儿生命的影响。愿上帝赐予咱每一个妈妈，恁欢喜，将你的青春、你的生命，将你的信仰传承伫你的囝儿、查某囝的中间。伫细汉的时，就互因有机会来接触耶稣基督的信仰。伫细汉伫教会，伫青少年，到伫社青，到伫要紧会当承接责任的时阵，伊就会当成做教会的调酒，伊就会当对社会通过信仰来影响咱的国家。甚至咱甲所有的妈妈，甲伊拍扑啊，来甲伊感谢妈妈，你真伟大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互阮搁一摆对摩西的妈妈，伊怎样伫伊细汉的时阵，互伊对国家有认同，互伊用信仰来请养伊，互阮今仔日做父母的人，搁一摆深深的体会甲思考。信仰需要对家庭的中间来传承，互阮对家庭的内面有家庭礼拜。常常祈祷敬拜上帝，就安尼，阮会当伫家庭内底来养育阮的下一代，互伊欢喜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。搁一摆，阮要感谢上帝你的疼，通过家庭，通过父母来养育阮。伫这个值得纪念的母亲节，
愿要感谢所有的妈妈，恁伫家庭的中间的付出，互囝儿成做有信用、佮谦卑，伫教会、伫社会成做有影响力的人。愿伫你面前来献上感谢祈祷，外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注意听，因拢记伫头壳内哦。
咱的囝、咱的孙、咱乡人教会小朋友，拍啊拍者。这里有个小组，小帅哥、小美女。
这是咱双年教